自2026年4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圣洁安分听候主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0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阮还有话要甲恁讲。恁有接受阮的教示，知影着安怎生活，才会互上帝欢喜。其实，恁有照安尼伫生活。不过，阮奉主耶稣的名恳求佮苦劝恁，着加倍努力，因为恁知，阮有奉主耶稣的名甲恁指示甚物。上帝的旨意是爱恁圣洁，无淫乱，互恁逐个人会晓用圣洁甲自尊的心控制家己的身躯，无亲像毋爱上帝的外邦人伫放纵情欲，毋通侵害，嘛毋通欺负同信的兄弟姊妹。我已经有甲恁讲，嘛有严严先甲恁警告，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主会报应。上帝毋是呼召咱过无清气的生活，是呼召咱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，拒绝即个教示的，毋是拒绝人，是拒绝赐恁圣神的上帝。阮的兄弟姊妹相听的事，无需要阮写甚物互恁，因为恁家己已经受到上帝教示，爱互相相听。其实，恁有照即个教示对待全马其顿的兄弟姊妹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阮苦劝恁着加倍努力。照阮以前所吩咐，恁着立志过安静的生活，照家己的本分亲手做工。安尼，恁就会当得到会外的人的尊敬，无需要靠别人帮赞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已经死去的人，阮爱恁知，则免亲像遐个无仰望的人安尼伫悲伤。既然咱信耶稣有死有搁活，所以咱嘛信上帝会通过耶稣带遐已经死去的人，甲伊做伙来。阮照主的话甲恁讲即个事，就是咱才会伫主来临的时，还活着的人，袂比遐已经死去的人较大声见着主。命令一个出，天使长的声一个发，上帝的喇叭一个响，主本身就会对天顶降临。遐个死以前已经信基督的人，会大声搁活。然后，咱才会还活着的人，会甲因做伙受接去云内，伫空中甲主相见。安尼，咱就会一直甲主做伙。所以，恁着用这话互相鼓励，用圣洁安分听候主。保罗肯定帖撒罗尼迦教会了后，继续提醒信徒，就算已经有美好见证，还是爱继续努力，照上帝的旨意成做圣洁，远离情欲甲占人便宜的事，拒绝世俗的文化风潮。保罗安尼提醒，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是海港边的商业大城，有真济容易互人落入试探的游戏，必须小心面对。保罗劝勉因，既然知影安怎彼此相听，也诚侪真济人会无样，还着爱安分守己，亲手做工，毋通依赖别人的奖给，通伫未信者面前得到尊敬。最后，保罗也讨论死人搁活的议题。
指出遐已经死去的信徒，上帝会甲因甲主耶稣同齐带去。将来当上帝的命令一发出，主耶稣搁再来，已经死的信徒会先搁活，还在世的信徒会同时受提。互因伫空中甲主相会，永远甲主同在。繁荣的海港城中，淫乱甲贪婪是随时可见的，甚至透过彼此相听的名目渗透到教会，影响信徒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信徒爱努力追求圣洁，也毋通占人便宜。伊指出，对正确行为的积极努力甲坚持，让信徒伫未信主的人中间受尊敬。这种坚持的背后，是基于搁活的愿望。相信已经死的信徒会甲主耶稣同在。当主搁再来的时，众信徒会同齐伫空中相会。保罗虽然无提到无追求圣洁甲贪婪的信徒的结局，但是因若也受提到上帝面前，相信上帝会审判，甚至将因驱逐到外面的黑暗中，因为因并无准备好势，结局会亲像主耶稣所讲的，伫黑暗中啼哭、家己切齿。追求圣洁、拒绝淫乱甲贪婪，毋若是拄当信主的时就安尼行。信主一年后，犹原爱不断坚持，学习甲即个世界有所分别。毋简单是照上帝旨意生活，搁较爱存愿望听候主搁来。因为无圣洁的人，无法度甲主相见。伫无共的时代，恶者会兴起无共的文化潮流来影响教会，就算教会也无法度免于诱惑。观察现今的社会，袂少政治人物追求网络声量，无查证代志的真假对错，就随意爆料也是评论，掠做只要声量悬，就影响力和被认同。有一寡不孝者利用人小贪便宜的心态来诈骗，一旦金钱入地，念伊意图不回，销声匿迹，先前的红利只是幼稚尔尔。即类的情形会渗透到教会无？对现实来看，的确有传道人只追求网络声量，毋是真正用心牧养，也有教会积极鼓吹信徒奉献，却无真正伫推展福音事工。这是毋是也陷入无求圣洁甲贪婪咧？基督徒也是教会，若无警醒拒绝诱惑，最后的结局恐惊的是，互家己恶得承受灭想。伫信主以后，我是毋是会学习拒绝即世界错误的文化潮流，还是继续追求自我的享受？伫信主以后，我是毋是会学习拒绝即世界错误的文化潮流，还是继续追求自我的享受？咱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当你来到即世界，用生命活出上帝喜悦的样式，佮透过保罗提醒我追求圣洁甲安分。求你帮助我，会当拒绝罪恶，尽心负责，耐心听候你的再来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